大家好，我係高 Sir 啊，咁啊又到咧1年1度嘅盛事，就係咧同鄉節啦。咁啊每年咧都要喺6月頭啦，至到去咧5號嗰段時間啦。咁啊今年咧聽聞咧好精彩，而家帶大家一齊睇下。好啦，咁啊入場嘅時候咧，咁我哋係需要付八達通啊。咁啊八達通應該係嘟5蚊嘅，係啦。嗱，支持廣東啊！重要嘅事情講咗幾次，一定要支持廣東啊！打卡一流，買嘢亦都一流，平靚正。嗱，嚟到廣東啦，咁啊廣東一定支持咧陽江嘅，因為我陽江政協，咁啊見到班兄弟姊妹咧好辛苦。陽江最出名係咩啊？梗係豆豉啦，咁仲有其他特產嘅，咁啊記緊過嚟支持陽江啊！啲人都係一流嘅，好味衞生健康，撈足都一流喎啊！陽江，各位街坊，各位廣東。哇，好多人啊！喂，我哋啊買蝴蝶酥，好，蝴蝶酥，哇，喂，梗係支持啦，想加個台啊？唔使啦，唔使都得，唔使啦，多謝，喂，嚟，可唔可以幫嗱，而家我嚟到咧河南總會，因為咧我係河南青聯噶嘛，咁所以咧亦都係河南總會嗰邊嘅，咁所以咧希望大家嚟支持咧河南啊，咁啊啱啱咧喺銅鑼灣嗰個入口位嘅啫，咁啊支持河南。好，咁啊高 Sir 咧係陝西海聯會啊嘛，咁所以咧一定係支持咧陝西嘅咁啊希望大家咧過嚟支持下，咁啊見到幾個人㗎？哇，犀利！嗱，山東特色，山東嘅饅頭啊，係啊，山東。我而家嚟到遼寧，嗱，你睇下遼寧班兄弟有啲咩呼籲先。哇！耶！山東總會歡迎你，我哋喺 T01。因為剛剛進入康復市，呢個湖南檳榔喎。係啊，和順天下。哇！係啊。哇！真係好多嘢行啊，記得嚟支持。今屆家鄉市集新增了遼寧、吉林兩省2個同鄉社團參與，參展省級同鄉社團聯會達到30個。除了300個特色攤位及多不勝數的特產商品，還會推出近200項文藝表演。場內提供熟食的中華美食街是焦點之一。今年設30個攤位，新增不少品類，包括米芝蓮美食。今屆並首次引入機器人煮麵、機器人煮咖啡等西餐飲設備。哇！印愛同好多咧科技嘅嘢，哇排晒隊。嗱呢度咧呢個位咧就係玩遊戲嘅，咁身處喺邊度咧？叫維園隔離，咁啊呢個額外咧今年咧新加叫咧動感全運樂聚維園啊！好，河南青年之光啊！我覺得我好快啊！我哋玩嘅係子子龍舟，哇！哇！家鄉市集平靚正，記住支持啦！高 Sir 呼籲各位朋友要來維多利亞公園支持第3屆同鄉社團家鄉市集嘉年華哦！